足球史上有好多強強對碰，有好多經典大戰，亦有好多王者對決。但係只有一組對手真正將世仇兩個字刻入基因。佢哋嘅對決從來唔單止係球技、戰術或者世界排名，背後夾雜住戰爭、屈辱、復仇同埋傳奇交替。呢兩隊就係英格蘭同阿根廷。2026年美加墨世界盃四強，闊別24年。藍白王朝美斯最後一舞，3C 黃金一代比寧咸領軍嘅新英格蘭，舊仇未報，新王登場。四強大戰一觸即發。比賽開始之前，今日呢段影片同大家一一拆解呢兩隊60年嘅恩怨起源，足球界最高規格嘅書劍恩仇錄。好多球迷以為英亞嘅恩怨係由1986年先開始，其實兩國嘅牙齒印一早植根喺民族嘅血脈入面。英格蘭係現代足球嘅始祖，曾經主宰足球規矩同埋南美足壇嘅話語權。而阿根廷足球嘅誕生，一開始就係帶住反抗英格蘭霸權嘅基因。早喺1966年世界盃，英格蘭領隊公然羞辱阿根廷球員，話對手粗魯冇紀律，好似野獸咁樣。呢番言論直接引爆兩國球迷嘅矛盾。由嗰一刻開始，英格蘭眼中嘅阿根廷係粗野叛逆，阿根廷眼中嘅英格蘭係傲慢霸權。而真正將足球競技升級成為不死世仇嘅，就係1982年福克蘭戰役。英亞開戰，阿根廷戰敗，國土失守，軍事落敗，全國蒙羞。當時成個阿根廷社會氣氛壓抑到唞唔到氣，而足球成為咗佢哋唯一贏到英格蘭嘅戰場。4年之後，1986年墨西哥世界盃，宿命之戰正式開波。年嘅英格蘭由傳奇領隊波比粒神執教，實力極強，體力充沛，作風硬朗，係歐洲頂級強隊。反觀阿根廷背負住全國幾百萬人嘅復仇壓力，輸唔起，亦都絕對唔可以輸。1986年6月22日，世界盃8強，英格蘭對阿根廷，雙方喺上半場踢得非常謹慎，互相試探。英格蘭嘅策略好明顯，全軍退守，並且用極其硬朗嘅攔截去對付阿根廷嘅核心馬勒當拿。阿根廷雖然喺控球上佔優，但係面對英格蘭密集嘅防線，上半場雙方都冇真正嘅威脅。下半場開賽冇耐，比賽迎嚟第一個轉捩點。比賽到咗第51分鐘，歷史性嘅第一幕誕生。歷史性嘅一幕誕生，上帝之手，馬勒當拿用手拍入關鍵嘅一球，球證睇唔到，入波照計。英格蘭全隊瘋狂投訴，全場譁然。馬勒當拿賽後講咗一句千古名言：呢個波一半係上帝之手，一半係阿根廷人民嘅意思。短短3分鐘之後，足球史上最偉大嘅入波出現。馬勒當拿喺中場攞波，一個人連過5名嘅英格蘭國腳，單刀破網，世紀金球，無人複製，無人可以超越。一場2-1，阿根廷踢英格蘭出局。呢一場勝仗從來唔單止係一場足球比賽，喺阿根廷嘅國民屈辱之中，靠足球重新企返起身。由1986年開始，英格蘭對阿根廷等於世界盃最高衝突、最高情緒、最高話題嘅終極大戰。時間去到1998年法國世界盃，新一代對決來臨。世界盃16強，英格蘭再次遇上阿根廷，因為有1986年上帝之手同埋福克蘭戰爭帶嚟嘅新仇舊恨。呢一場比賽喺賽前已經萬眾矚目。今次嘅主角係23歲嘅萬人迷碧咸。當時碧咸風頭一時無兩，顏值處於巔峰，前途無限，全世界都等住佢主宰世界盃。但係面對阿根廷嘅高壓心理戰，年少氣盛嘅碧咸中計啦。斯蒙尼刻意製造肢體接觸，挑釁紳士。碧咸一時衝動，跌低嘅時候順勢撐咗一腳，紅牌直接趕離場。英格蘭10人應戰，死守到互射12碼，心態崩潰，射失出局。一張紅牌粉碎咗碧咸第一屆世界盃，亦都加深咗英格蘭幾十年嚟嘅恐亞症。由呢一年開始，全世界都知道英格蘭一遇到阿根廷就會心理失衡，關鍵時刻崩盤。
2002年日韓世界盃，兩隊再度狹路相逢，今次佢哋喺 F 組小組賽相遇。2002年6月7日，大戰再度展開，因為佢哋身處喺死亡小組，爭取3分對於晉級非常重要。今次劇本大逆轉，比賽一開始雙方就展現出極強嘅對抗性。轉捩點發生喺上半場第44分鐘，奧雲喺禁區左側利用速度強行突破，阿根廷後衛普捷天奴出腳攔截，未能碰到皮球，反而棘低咗奧雲。英格蘭獲得一球12碼，背負住98年嘅陰霾，頂住全國壓力嘅碧咸，企喺12碼點前，大腳抽射中路1-0，英格蘭擊敗阿根廷，亦都令到阿根廷喺該屆世界盃小組賽出局。呢一球係碧咸嘅自我救贖。60年內不同世代，有復仇，有眼淚，有爭議，有奇蹟。而到咗2026年，新世代宿命之戰正式降臨，美斯對比寧咸，潘柏斯雄鷹對陣三獅新黃金一代，4強生死戰輸咗即刻執行。今屆嘅阿根廷係衛冕王朝最成熟嘅形態。好多人以為阿根廷靠運氣、靠奇蹟，但係2026年呢一隊阿根廷係近10年最穩、最均匀、最得人驚嘅完全體。第一，心態滿級，連續贏得世界盃、美洲盃冠軍。呢班波係見慣大風大浪，落後之後唔會驚慌，被壓制亦都唔會亂，加時唔會散，而射12碼亦都夠從容不迫。第二，體系零漏洞，史卡朗尼操練多年嘅體系，攻守徹底平衡，中場迪保羅、麥亞里士打、安素，覆蓋面、攔截、轉移全部都係世界頂級，可以封鎖節奏，可以磨死對手，可以截斷所有嘅進攻路線。後防羅美路領軍，卡位冷靜，經驗老道，極少犯低級錯誤。前場美斯自由游走，唔需要瘋狂突破，只需要一瞬間嘅視野，一腳致命嘅直線，一次關鍵嘅埋門。有一組有趣嘅數據，喺分組賽踢足90分鐘以上嘅618名非龍門球員當中，美斯每90分鐘平均跑動距離只有8.1公里，排喺第618名，即係爆尾。但係佢今屆喺世界盃已經攻入8個入球，交出2個助攻，只可以講今屆嘅美斯已經唔再係靠體能，係靠閱讀比賽去統治比賽。呢一隊阿根廷最大嘅殺着就係穩，硬仗穩，淘汰賽穩，高壓逼波更加穩。而今屆嘅英格蘭已經徹底擺脫大賽軟腳嘅魔咒。過去幾屆大家都笑英格蘭，身價宇宙第一，大賽永遠腳軟，關鍵戰必死。但係2016嘅三獅軍團已經徹底脫胎換骨。第一，體能屈機，青春風暴，比寧咸、薩卡、迪勤懷斯全部處於職業生涯當打之年，覆蓋面極大，後上速度極快，衝擊力源源不絕。第二，心態蛻變，今屆淘汰賽英格蘭踢過加時，打過高壓逼硬仗，試過落後反勝，以前嗰種驚慌怯場、手足無措全部消失。依家嘅英格蘭敢衝敢頂，夠膽同傳統班霸硬碰硬。第三，戰術靈活度極高，彈性嘅4-3-3陣式，能屈能伸。打弱隊瘋狂進攻，打強隊即刻縮後，高速打反擊，專門克制主導控球嘅王朝球隊。簡單總括而言，阿根廷最強嘅係穩，英格蘭最強係快。呢一場就係穩定王朝對陣極速青春風暴。4大核心對位將會直接決定今屆冠軍嘅走向。第一就係全場最關鍵嘅中場大戰，安素費南迪斯加麥亞里士打大戰比寧咸同埋迪勤懷斯。阿根廷嚟緊呢場比賽嘅目標好明確，就係要拖慢節奏，切斷英格蘭嘅中場聯繫。相反，英格蘭要做嘅嘢就係要用高強度嘅逼搶去沖散阿根廷嘅傳控。簡單嚟講，邊隊控制到中場，邊隊就會主宰咗嗰90分鐘。第二個最重要嘅關鍵就係邊路駁火。英格蘭最大嘅殺着就係沙卡同埋哥頓兩翼極速突破。阿根廷後防最怕就係呢種連環嘅衝擊。所以阿根廷中場回防補位同埋兩邊閘位縮入中路壓縮空間嘅默契將會受到極大嘅考驗。第三就係射手嘅對決，艾華利斯靈活嘅走位同埋騷擾能力對冚哈利簡尼最穩定最高質素嘅傳統致命埋門。兩邊嘅前鋒都極具擅長喺大賽入波，但係以狀態嚟講，哈利簡尼最為火熱。今屆比賽已經入到第6球，但係艾華利斯只係入咗1球。希望佢喺對瑞士8強嗰球世界波對佢嘅信心有所幫助。最後就係新老王牌之戰，
美斯代表嘅係大賽智慧同埋一擊致命。喺呢屆賽事，美斯已經入到第8個入球，仲啱啱以21個總入球打破歷史紀錄，成為世界盃史上入波最多嘅神話。而比寧咸代表嘅係體力同統治力。8強對住挪威梅開二度兼加時絕殺就係最佳嘅證明。喺嚟緊呢場4強大戰將會完美上演，而之後4個真正決定賽果嘅戰術關鍵。第一，攻守轉換嘅速度，英格蘭一次到波一定會一瞬間即刻提速，試圖扯散阿根廷老將嘅體力。而阿根廷最強嘅係慢和穩傳，一旦阿根廷成功拖慢節奏，英格蘭嘅衝擊力就會被消耗。第二，高位逼搶對防線嘅考驗，呢度要留意一組核心嘅數據。阿根廷今屆喺淘汰賽3場比賽，雖然火力全開攻入9球，但係場場都有失波，總共失咗5球。防線並唔係密不透風，而英格蘭喺淘汰賽3場全部都係險勝1球，同樣係場場失波，兩邊防線都有隱患。英格蘭嘅前場瘋狂逼搶，對住阿根廷頂級嘅傳波基本功，邊個出錯先就會係致命傷。第三就係死球戰術，大賽去到4強，運動戰好容易老鼠拉龜，兩隊嘅死球質素都係極高，角球罰球隨時一錘定音。呢一場比賽極大機會靠住死球打破僵局，而戰術性嘅情緒管理亦都係重中之重。呢個亦都係英格蘭歷史最大嘅隱患。歷屆英亞大戰必定有爭議，有火藥味。阿根廷球員極度識打心理戰，相反英格蘭球員鬥心強，但係容易着火。邊隊可以保持90分鐘嘅冷靜，邊隊就會係最終贏家。綜合兩隊今屆整體嘅表現，我睇好阿根廷最終能夠殺入決賽。阿根廷嘅核心優勢在於佢哋擁有頂級嘅大賽冠軍經驗，儘管陣容年紀結構偏大，防線喺淘汰賽階段確實暴露，並且容易被打反擊。但佢哋喺控制節奏同埋處理高壓時刻嘅能力遠勝英格蘭。阿根廷能夠喺膠着狀態下通過精湛嘅傳控技術，同埋場上嘅球壇指揮官狀態處於巔峰嘅美斯，對手嘅一次防線失誤同埋高位逼搶後嘅縫隙完成致命一擊。嗰種慢磨穩傳嘅能力，啱啱就係英格蘭年少氣盛、依賴衝擊力踢法嘅最大黑星。反觀英格蘭，雖然體能優勢極大，具備極強嘅韌性同埋反勝能力，但係心理包袱同埋面對頂級傳控時容易牽住鼻子走嘅軟肋，喺4強容錯率極低嘅舞台上邊係非常致命。喺阿根廷呢種深穩心理戰，懂得關鍵時刻擾亂對手情緒嘅對手面前，英格蘭一旦陷入急躁，戰術體系極容易崩潰。所以我覺得阿根廷會憑住更加老練嘅戰術執行力，加埋王牌美斯作為終極嘅牽制力，將會更有機會喺互攻互守嘅拉鋸戰之中佔得先機，晉級決賽。歷屆英亞大戰從來冇一場係悶波，必定出現爭議、紅牌、絕殺或者神級入球。今次係破盡紀錄嘅美斯生涯最後一次喺世界盃硬撼英格蘭，亦都係帶住絕殺氣勢嘅比寧咸第一次擔大旗挑戰王朝級別嘅球隊。由1966年嘅恩怨萌芽、1986年嘅世紀復仇、1998年嘅青春眼淚、2002年嘅自我救贖，去到2026年馬勒當拿同埋碧咸嘅時代過去，嚟到美斯、比寧咸嘅新時代，舊仇仍在，新王登場。一邊係王朝最後嘅榮光，一邊係新時代新世紀崛起嘅狂潮。4強一戰，贏家踏入決賽封神，輸家遺憾結束今屆世界盃之旅。60年書劍恩仇，所有硝煙，所有傳奇，所有宿命，全部留喺呢一場4強大戰世紀決鬥，一戰定音。